者昨是元宵节，我讲一个味菜，互大家摇一下。你敢知影看电视爱看倒一台，才会愈看愈好业吗？哦，就是公司，因为恭喜恭喜发大财。袂歹笑，袂歹笑，袂歹笑。像阮talk 秀台语哦，毋若伫咧公司看会着，伫咧网络顶悬嘛看会。我就感觉讲网络顶悬迄群人哦，讲有的人讲话吼，哪像咧食柠檬，有够酸的啦。我像咧影片下骹的留言哦，我愈看是愈生气。你敢知影上生气的是啥？完全无人讲着我。拜托无甲我报嘛，甲我骂一下好无？我台语无啥练转，其实我嘛客人啊，我来遮甲大家讲一下教一下客话咧。阮客人啊，馒头，阮会讲馒头。慢条。啊，若麻糍吼，阮会讲起扒。起扒。啊，若卡拉鸡腿堡吼，阮会讲这伤贵，卖咧。这笑亏啊，阮母啊听了哦，伊足无欢喜的。伊讲你哪会伫咧外口安尼黑白教客话？爱收钱啊！你今日有够好笑的呢！我本来就叫好笑啊！我是要讲，你今日生做足好笑的。